好，而家咧就係黃修女為聖德肋撒嘅學校，我哋做一個訪問啦。咁黃修女就係1996年至98年咧喺聖德肋撒英文學校咧做校長嘅。咁或者修女可唔可以簡單講一下你對於聖德肋撒學校嘅睇法咧？我係一個嘉諾撒修女啦，咁即係喺一個好奇妙上主安排之下，就調到去呢一間教區嘅學校。咁初期真係有啲唔慣嘅，因為就係睇嗰個地理環境啦，即係自己間學校以前係比較大，呢間係比較細。不過有一樣嘢好欣賞聖德肋撒，或者佢亦都係睇到聖女小德肋撒呢一份嘅謙遜嘅精神。呢間學校係好細，但係細得嚟，佢裏邊咧係有一個活力，有一個團隊，亦都係有一份嘅希望。咁呢一份嘅團隊，呢一份嘅希望係由邊啲人造成嘅咧？咁我會睇到係首先係家長對聖德肋撒呢一份嘅期望，同埋一個配合。至少喺我呢2年裏邊，我係睇得到嘅。咁啲同學咧就好多都係由幼稚園一路上嚟到6年班，咁你會睇到佢哋嗰一份嘅友愛，真係一個家庭，好簡單。男仔係比較活動啲嘅，闖禍亦都係多啲嘅。咁你想去罰佢哋嘅時候咧，啲女仔嘅同學啊就會遮遮掩掩同佢哋冚住㗎啦咁樣。但係背後咧，佢哋就會去訓導佢哋喎，教訓翻佢哋。呢啲我哋係睇到嘅。咁我亦都感覺到咧，工友嗰方面對啲細路仔嗰份嘅愛護啊，同埋認識係好深。因為佢哋真係睇住佢哋由幼稚園一路上到6年班，去到畢業。咁到啲小朋友升咗中之後呢，你又會睇到佢一有得閒呢，就成班人翻嚟㗎啦。咁啊揾翻啲先生啦，傾下偈啦，成間學校通雪走啊，望翻自己啦，有一份嘅溫情響一度。咁呢一個係我對聖德肋撒嘅好深嘅印象，就係一份嘅謙遜，唔單止個校舍，呢個謙遜之中係一個付出，呢個付出之中呢係冇要求任何嘅收穫。咁我睇到嗰一份嘅團隊啊，嗰一份嘅愛係響聖德肋撒係有嘅。咁對於聖德肋撒學校個校訓啦，愛德自大，咁呢份精神，你覺得作為一個舊生，我哋點樣？即使間學校都光榮結業啦，咁點樣可以將呢份嘅精神發揚開去呢？愛嗰個字好大嘅。如果你要講點樣發揚開去呢，我覺得由你身邊嘅人開始，你嘅家人，你嘅朋友，如果教學嘅就你個學生，如果係喺你公司做嘢嘅就你個同事。其實真正嘅愛唔需要做好大嘅嘢。耶穌冇要求我哋好似佢一樣咁樣釘死，但係要求我哋就係每日喺我哋嘅生活之中能夠做得到嘅，好簡單。我教啲小朋友一個微笑已經係一個愛嘅表示，又讓愛好似一個磚頭咁樣一嚿一嚿搭起上嚟，就起成一個愛嘅屋㗎啦。好，咁今日都多謝晒黃修女為我哋嘅分享，唔該晒。